即係要先排隊見姑娘先，見姑娘，姑娘都要排兩三年係咪？我估係啊，姑娘睇完之後，跟住你見醫生，可能先再派隊。睇醫生可能會排隊係啊，做手術。我話唔得，我有好似網上都問過啲人，好似話排3-4年，排太耐啦。喺喺公立醫院咧就好處咧就唔使使錢咯。係唔使點使錢，時間就好耐啦。係啊，所以因為可能多人。多人啊。係啊，多人。跟住有啲可能去私家院咯，私家院就好貴嘅。係。同埋嗰啲可能醫生都比較少喎。少啲係啊係。我覺得可能嗰啲骨科，我覺得佢哋好少㗎。好少。係啊，所以佢哋就好難排。好多依家好多香港嚟就走上去呢邊做。係啊，跟住咧就比較快，比較方便。有快係，佢可以解決到問題。係啊，跟住呢個技術咧，其實喺香港暫時都未有嘅。不過我哋可能今年去香港有啲合作。主要就同嗰個私家醫院合作。係啊，香港廣怡醫院。廣怡醫院係啊，我好似網上睇到。係啊，話廣怡醫院有呢個，係咪你哋即係張傑醫生啊？我哋同佢合作啊嘛。今年咧就有計劃喺嗰邊推一啲合作啊、培訓啊咁啊。所以慢慢到時候香港都會方便啲㗎啦。係。